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59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65天。過去的一天總共發生了170次戰鬥，其中1/3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和米爾諾赫羅德附近的局勢仍然困難。烏軍正在為守住口袋側翼而戰，俄軍則繼續在該地區發動進攻。烏軍在城外俄軍後方打了一個伏擊戰，消滅了一支俄軍部隊。目前波克羅夫斯克城內烏軍約有1萬人以及5億美軍的軍事裝備。隨着第8空降軍到來，烏軍在該戰場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強。在軍事情報總局特種部隊和其他增援部隊聯合作戰暫時中斷的波克羅夫斯克城北部後勤補給線已經恢復。視頻畫面顯示前線鏖戰的烏軍及時獲得了糧食和彈藥補給。與此同時，俄軍後勤線路被烏軍無人機重創，不得不暫停在波克羅夫斯克的攻勢。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克損失甚至讓一些俄方宣傳員感到震驚。俄戰神斯特列科夫的戰友叫卡拉什尼科夫称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克損失比2023年巴赫穆特大戰還要高，與二戰時德國人入侵波蘭的損失大致相當。他指責克里姆林宮向俄羅斯人隱瞞了一場真正的軍事災難，並認為俄軍很可能會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一位俄羅斯博主透露說許多民眾尚未意識到在對烏克蘭作戰中俄軍士兵的真實傷亡規模。他說為爭奪波克羅夫斯克和巴赫穆特這兩座小城，俄軍已折損8至10萬兵力。這些士兵並非僅僅死亡於烏軍之手，更是被俄軍的作戰決策所讚頌。這個烏軍的第425突擊團進入波克羅夫斯克市中心，將俄軍從市政大樓中清除，並在主廣場上升起了國旗。俄軍聲稱完全控制了這座戰略要地，但行動證明並非如此。小型突擊隊利用高速越野車和配備熱成像儀的無人機穿過俄控制區，抵達中心區域。經過近距離交火，他們控制了市中心政府大樓。頭盔攝像機拍攝的畫面顯示，他們逐個房間進行清剿，並在坍塌的樓梯間設下埋伏。波克羅夫斯克的大部分地區仍處於灰色地帶，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陣地散落在廢墟之中，彼此之間僅隔着街道或零星的房屋。烏克蘭軍隊以貫穿城市鐵路線為防禦邊界，保護着通往米爾諾赫拉德的後勤通道。經過1年多的戰鬥，城市中心上空的旗幟證明這場戰鬥遠未結束。根據烏克蘭第7軍團的最新戰報，截至11月12日下午2點，這個第7軍團是波克羅夫斯克烏軍的主力敵軍日前使用輕型裝備沿謝利多維波克羅夫斯克公路對波克羅夫斯克發動的大規模進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部分裝備在波克羅夫斯克城外被摧毀，部分裝備在城內被摧毀，搜捕和打擊行動仍在繼續。11月11號，烏軍在波克羅夫斯克及其郊區摧毀了5輛摩托車和5輛汽車。烏軍也在努力摧毀敵人近日在波克羅夫斯克某些街區建立的射擊陣地。米爾諾赫拉德的情況敵人持續不斷地向我方防線施壓，但始終無法攻入城內。我方部隊的後勤保障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正在記錄敵軍計劃使用裝甲車輛從格羅多夫卡方向進攻米爾諾赫拉德的計劃。烏克蘭武裝部隊第7軍的正規部隊參與了改善波克羅夫斯克守軍戰術地位，並使其能夠執行特定任務的行動。在米爾諾赫拉德，烏克蘭空軍第7軍的一個旅正在全天候抵禦敵軍小股部隊進攻。這些敵軍試圖滲透到該市的東南郊區，敵軍使用無人機調整行動路線，後勤補給則主要依靠輕型裝備，特別是摩托車。我方另一支部隊與其附屬部隊協同作戰，正在克拉斯尼利曼阻擋敵軍。俄將此地視為從北部進攻米爾諾格勒的跳板，伞兵部隊正在歼滅佔領者，阻止敵人實施其計劃。
也就是从烏克蘭方面的说法啊，那俄烏双方实际上在波克罗夫斯克城內在交火，並且啊，烏軍已經拿下了這個重新奪回啊波克羅夫斯克的市政大樓。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啊發表聲明，以官方和總司令的身份對外各種謠言進行澄清。俄軍僅在波克羅夫斯克的少數幾個地區取得了推進。謝爾斯基強調啊，俄軍攻擊的強度確實已經減弱，但俄軍正在再次集結5萬兵力準備再戰。自10月份以來，俄軍在這一地區已損失了大約3萬名士兵，而波克羅夫斯克周邊的局勢仍然被烏軍控制。但謝爾斯基也流露出烏軍的危險處境。烏軍第425突擊團已經部署到波克羅夫斯克，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烏軍都備有 B 計劃和 C 計劃。B 計劃、C 計劃就是見勢不妙，恐怕就要保存實力啊，要從這個地方撤出來。澤倫斯基說啊，烏克蘭每天將襲擊俄羅斯聯邦的領土，這個已經定下來了啊，也就是俄羅斯人呢，每天都會迎接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和導彈，每天都要襲擊俄羅斯聯邦的領土，以牙還牙呀，以血還血，沒毛病啊！讓整個俄羅斯所有的地方啊都要意識到，戰爭啊就在他們的家門口，他們不是歲月靜好啊。烏克蘭無人機旅指揮官馬蒂亞爾說啊，他說我們損失了27個人，但是作為回報，我們摧毀了24895名俄軍士兵和76950個目標，這相當於2個完整的軍級單位。我們每損失1個人，他們就要損失1000人，這個戰勝比太厲害了，就靠了無人機啊！烏軍特種部隊司令部確認，第一獨立中心於11月11日凌晨對薩拉托夫煉油廠實施打擊。該煉油廠作為俄羅斯燃料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年加工量達到了480萬噸，可生產柴油、汽油等20餘種燃料產品。11月11日凌晨啊，薩拉托夫市和恩格爾斯市發生了系列爆炸，同時薩拉托夫煉油廠也遭到襲擊。薩拉托夫和恩格爾斯在無人機威脅下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居民報告稱，凌晨1時城市發生爆炸，總共聽到了大約5到7次響亮的爆炸聲。俄羅斯的沃羅涅日州方向最新消息，號稱第一熱電廠遭到烏軍3枚導彈擊中能源機組，其中2枚摧毀了鍋爐建築，損壞了俄方的渦輪機，剩下1枚也打穿了屋頂空隙，已導致全市的供電和供暖急劇下降。該機組是2019年才剛剛新建的，是俄方最現代化的設備之一。烏軍打擊了斯塔夫羅倫天然氣加工廠，這個天然氣加工廠啊是專門處理裡海天然氣的，就在車臣的旁邊。12日凌晨啊，烏軍的無人機啊光臨了這個天然氣加工廠，這應該是第2次啊。這個烏克蘭總參謀部最新確認啊，他說在襲擊布瓊諾夫斯克時，烏軍還擊中了頓涅茨克地區叫新斯維特定居點一處俄軍的彈藥庫。烏克蘭特種部隊使用遠程無人機襲擊了位於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叫布瓊諾夫斯克俄羅斯斯塔夫羅倫石化廠，多架無人機命中目標，現場觀察到巨大的火勢。俄羅斯叫羅斯托夫州馬歇爾科舍沃伊大街先鋒市場發生大火，火勢迅速蔓延至各個商鋪，不久後屋頂也被點燃，幾公里外都能看到火光和滾滾的黑煙，火災面積達到400平方米。據所謂的俄羅斯專家稱，起火的初步原因是電線短路，目前正在展開調查，以確定事件的全部情況。這很有可能是俄羅斯人的這個防空導彈、防空武器啊墜落啊造成的這個火災，也就是俄軍的這個防空武器的一些殘骸，或者是對吧？俄羅斯的很多防空武器啊，经常它就飞不出自己的這個祖國啊，它就喜歡在自己的地盤上爆炸，它就是有這個特點啊，有這個特徵呢。這個大家也不能太勉強，畢竟啊。俄羅斯的這個防空系統啊，嚴重的縮水。說俄羅斯的 S-400面臨着噩夢，戰前約56個防空營中，烏克蘭已摧毀了31個。這意味着普京手中最精銳的防空系統已有約55%啊被摧毀。制裁令俄軍裝備補充嚴重滯後，也就是俄羅斯的這個防空武器現在是瓶頸啊，它很難補充。這也給烏軍啊打擊俄羅斯重視目標創造了有利條件。最近啊，這個俄烏戰線上啊，由於天氣原因呢，各個地方
有很濃重的大霧現象，而這個烏軍啊和俄軍啊雙方都利用這個濃霧，因為這個大霧天氣啊不利於無人機這個開展這個行動，也就是濃霧成了陷阱。第28旅挫敗了俄軍對康斯坦丁諾夫卡空襲，俄軍損失慘重。俄軍試圖利用康斯坦丁諾夫卡方向的濃霧，企圖在霧的掩蓋下推進至康斯坦丁諾夫卡及其周邊地區，然而計劃失敗，濃霧反而成了他們的陷阱。第28獨立機械化旅通報了此事，佔領者集結了大量步兵，指望出其不意，結果失敗了。第28獨立機械化旅的偵察兵提前發現了突擊隊的動向，步兵們用火力迎擊了敌人，霧成了俄羅斯人自己的陷阱，他們看不清子彈從哪裡飛來，而我們行動精準，瞄準明確。士兵們解釋道，佔領者遭到猛烈反擊，人員損失慘重。這個沒有辦法啊，因為普京下令啊，12月15號以前佔領波克羅夫斯克，年底前要佔領庫普扬斯克。這個似乎比普京啊上一次說要11月15號佔領波克羅夫斯克又推遲了1個月啊。普京這個孤注一擲啊，看樣子就是推遲1個月也很難拿下。目前大約有70名俄軍士兵進入了庫皮扬斯克，也就是又是滲透進去了啊。但是要想佔領庫皮扬斯克，那恐怕絕非易事啊。说来说去啊，就是俄烏雙方在波克羅夫斯克現在越打越激烈，一個是誓死抵抗，絕不放棄，一個是勢必要拿下波克羅夫斯克。我還是那句話啊，時間是站在烏克蘭這邊，烏克蘭每多堅持一天，普京離失敗啊就更近一步啊，俄羅斯離崩潰就更近一步。我們看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荷蘭一家慈善機構向烏克蘭捐贈一架雅克52飛機，用於協助應對無人機威脅。這架由保護烏克蘭組織在英國購置的飛機已於10月底交付，將被用於紀念已在烏克蘭南部攔截見證者無人機而聞名的飛行員康斯坦丁·神風·奧柏林。這是荷蘭的一家民間機構啊，人家集資買飛機捐贈給烏克蘭。什麼叫得道多助啊，失道寡助？丹麥政府和議會委員會批准向烏克蘭提供第28批軍事援助，價值14億丹麥克朗，大概2個多億美金啊。這個丹麥為烏克蘭輸血啊，也是源源不斷的。德國宣布再向烏克蘭提供4000萬歐元冬季援助。外交部長瓦德普爾說啊，我們正幫助民眾保持居所溫暖明亮，確保俄羅斯針對民用燃氣和供暖設施的蓄意恐襲不會摧垮烏克蘭守衛者的勇氣。這筆資金用於修復供暖系統和受損房屋，並提供發電機、毛毯及衛生用品。所以我說啊，這個俄羅斯費勁巴拉的，對吧？花很多代價，又是伊斯坎德爾導彈，又是沙赫德無人機，對吧？又是針數轟炸烏克蘭，沒有用啊！你炸完了，人家那邊援助物資錢都過來了，但是烏克蘭炸俄羅斯那是實實在在的，炸完了俄羅斯只能自己，對吧？獨自療傷啊。完了想從印度買點東西，那又遭人家這個敲竹槓子；想從朝鮮搞點東西，也遭到人家敲竹槓子。瑞典國防部長約翰遜表示啊，烏克蘭使用瑞典武器對抗俄羅斯的經驗正幫助瑞典使自身武器裝備更好地適應現代戰爭的需求，也就是這些各個國家的先進武器，或者是過去生產的武器，但是都沒有什麼實戰經驗，現在全部拿到烏克蘭戰場上，參與最嚴格的這種實戰檢測。這個塞爾維亞總統武西奇啊，現在蹦躂的越來越歡了啊，可以說在對抗俄羅斯、背叛普京的道路上，可以說是越走越遠了，而且是一意孤行啊，完全不顧普京的這個召喚苦勸。這個塞爾維亞總統武西奇2025年11月12號接受本國電視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說歐洲各國正在為一場同俄羅斯的戰爭做準備，而且這場衝突越來越不可避免。武西奇強調塞爾維亞也在做準備。這個武西奇還說法國總參謀長曼東不久前發出的內部動員令，要求法軍3到4年內具備對俄高強度作戰能力，並強調這不是空話，所有人都在做準備，塞爾維亞也不例外。然後加上最近德國國防部長，對吧，說德國要準備跟俄羅斯做好戰鬥準備。這
這個波蘭也是這個說法。所以武契奇說啊，整個歐洲都已經準備跟俄羅斯開戰，所以塞爾維亞也不能例外。什麼意思啊？再聯想到塞爾維亞前一陣子对吧，把武器賣給歐盟，然後允許歐盟把武器給烏克蘭，實際上就說明啊，這個武契奇已經表態啊，如果歐洲對俄羅斯開戰的話，那麼塞爾維亞也只能加入歐洲啊，與俄羅斯為敵。這個塞爾維亞還說了嗎？要跟歐盟一起制裁俄羅斯啊。所以你看啊，這個普京的小兄弟塞爾維亞就這麼明目張膽的啊背刺普京，普京的心在滴血啊，牙后槽牙咬碎了啊，往肚子裡咽了。這個時候不能声张，得忍。你比如說啊，這個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啊訪問俄羅斯，對吧？又去俄羅斯啊吃大席去了。這個俄羅斯的塔斯社報道啊，說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啟程前往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俄軍戰鬥機從哈總統專機越過國境線後開始護航。哈總統新聞辦公室通報說啊，從越過國家邊界到莫斯科機場降落，哈薩克斯坦總統專機在俄領空由俄羅斯國防部的蘇35戰鬥機護航。這個簡直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啊，破天荒啊！因為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也就是到俄羅斯去串個門啊，去吃個席啊，11號去12號回，結果俄羅斯就這麼兴師動眾啊，居然出動這個戰鬥機護航，這個是我覺得應該是頭一遭吧。如果你要覺得這個還不能說明問題，那你再看下面啊，這個普京跟托卡耶夫兩個人會晤完之後啊，普京邀請托卡耶夫到他私人會所、私人住所啊，接着茶叙喝茶，有點家宴的意思，是1对1的小範圍邀請，這個有點感覺就是私人關係非常好，對吧？我邀請你到我家去。當然了，普京這個家指的是他在克里姆林宮的這個住所，裡面不有还有健身器材嗎？大家都見過。普京邀請托卡耶夫到他私人住所去，這個就表明普京非常重視，对吧？非常看重托卡耶夫。為什麼這樣？破天荒的有這個待遇的，我記得好像是某個大國的領導人去了，普京邀請他到普京的，對吧？這就類似於家宴嘛。為什麼托卡耶夫會這麼受普京重視呢？戰鬥機護航咱們能理解啊，因為俄羅斯境內啊經常，對吧，會出各種各樣的事故，這個戰鬥機護航還真是有必要啊。你想那個哈薩克斯坦的客機在俄羅斯境內都被擊落了，這誰知道會出現什麼狀況？所以說戰鬥機護航這個，對吧，有必要顯示重視啊，要不然托卡耶夫不去啊，這他媽鬼知道你到時候你又說烏克蘭的無人機來了，對吧？令我這飛機一把擊落，那是這找誰說理去啊？所以說你看啊，俄羅斯說了，我派戰鬥機護航，那你邀請托卡耶夫，对吧？家宴到他家裡去喝茶，又是幾個意思呢？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因為這個中亞5國啊，5個斯坦集體，對吧？到美國參加什麼5+1吧，5個斯坦+1峰會，而且在這個峰會上面，這5個斯坦啊，一個比一個能拍馬屁，拍的特朗普非常高興啊，又是人類最偉大的總統，又是全球，對吧？領導者，這個特朗普就喜歡這樣的話，並且啊，哈薩克斯坦還跟這個美國簽署了什麼，就是加入啊這個亞拉伯罕什麼協議，還簽了很多關鍵礦產協議。那整個的感覺啊，中亞5國本來是俄羅斯的後花園呢，結果跟美國眉來眼去的，你讓這個老大哥俄羅斯怎麼看？普京的心裡又一次在滴血啊，這個比武契奇背叛還要嚴重，因為畢竟這個是後花園呢，是俄羅斯自己的領地啊。但就是他們認為啊，現在居然，對吧？俄羅斯還沒咽氣呢，就已經跟這個美國眉來眼去了，這誰能受得了啊？所以普京啊，把這個托卡耶夫叫來，好言相勸。這個時候還不能急，你急眼了，人家不鳥你。所以這個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啊，对吧？咱們好好說一說，特朗普到底跟你许諾了一些什麼，給你畫了一些什麼餅，對吧？你們這哥兒幾個真的要跟特朗普走嗎？這特朗普可靠不住啊，對吧？咱們畢竟是打斷骨頭連着筋啊，對吧？你們跟美帝那就遠隔重洋，也不挨着，想做生意也挺難的，有必要搞得那麼熱乎嗎？对吧？肯定得托卡耶夫一頓勸啊，就是你特朗普跟你說了一些啥，能不能跟我說說？哎，這個不是我編的啊，這個克里姆林宮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的，那意思就是說，如果托卡耶夫願意說啊，他們跟特朗普舉行的峰會的這些細節，說克里姆林宮也願意洗耳恭聽，這不就是套人家話嗎？對吧？你們到底在我背後蛐些啥？真的啊，世界第2軍事強國，4年戰打下來，打成這樣，大家可能忘了啊，以前普京在外交場合那是架子是擺足了啊，所有的領導人都得等他，对吧？輕則等個幾十秒，重則等個幾分鐘、10分鐘，那常有的是啊，把那個外國領導人在那急的，在鏡頭下面來回走啊、搓手啊，就等着普京過來握手照相啊，結果普
普京啊姍姍來遲，很多國家領導人啊都受過這種待遇。結果4年戰一打，你看普京現在，實際上他就這樣對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也沒有什麼用，國與國之間沒有辦法。对吧？我相信啊，這個中亞5國啊，現在離俄羅斯是越來越遠，倒不至於啊，說現在就跟俄羅斯翻臉，跟俄羅斯對吧對着幹，但是一定是在劃清界限，擺脫俄羅斯的控制。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說啊，他們也不能得罪俄羅斯，就是目前啊現在，但是他絕對不會像回到過去為俄羅斯的馬首是瞻。所以普京這個夢啊越來越遠，普京不就想恢復前蘇聯的榮光嗎？恢復沙俄的榮光？那現在呢，僅僅剩下一個小弟白俄羅斯，這個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那也是3心2意啊，那也鬼着呢。所以說俄羅斯對吧，想再次偉大，普京想給一個什麼強大的俄羅斯，這個夢啊已經破滅。我看有很多媒體報道啊，說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再次缺席俄羅斯這個和哈薩克斯坦的這個重大的外交活動，這個很反常啊，因為這個事情本來是外交部部長的活，對吧？一定會陪同嘛，但是拉夫羅夫又缺席了。那拉夫羅夫在忙什麼呢？拉夫羅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俄羅斯準備與美國討論恢復在匈牙利舉行的峰會籌備工作。這個大家有沒有感覺到啊？拉夫羅夫現在是戴罪立功啊，也就是普京對吧，讓他檢討，恐怕對他的審查還在進行中。現在是什麼呢？對吧？是你破壞了、攪黃了美俄峰會，對吧？你現在負責去給我恢復。所以我感覺啊，拉夫羅夫恐怕就做這麼一件事，現在就專門做恢復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对吧？你自己拉着，你自己吃，自己擦屁股。因為普京認為這你就是在蓄意破壞啊。那拉夫罗夫說我沒有蓄意破壞，那你就來吧。所以拉夫羅夫現在就負責啊找美國，想破鏡重圓吶。11月11號，俄羅斯聯邦數字發展、通訊和大眾傳媒部與朝鮮信息產業省在朝鮮駐俄羅斯大使館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旨在加強兩國在通訊、信息技術和數字發展的合作。你說這不是笑話嗎？俄羅斯跟朝鮮兩個人進行數字合作，這兩個國家有什麼數字技術啊？有什麼大數據啊？這兩個國家還不如合作一下土豆，对吧？馬鈴薯对吧？小麥、大豆，俄羅斯都已經打成這樣了，還是數字合作。11月10號，這個俄羅斯駐土耳其臨時代辦伊萬諾夫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瓦爾代會議上說啊，俄方隨時準備在伊斯坦布爾恢復與烏克蘭的談判，但烏克蘭方面至今未做回應。這個實際上都是啊拉夫羅夫啊與美國恢復關係的這個努力之一。現在美國據說啊也不理拉夫羅夫，拉夫羅夫喊話啊，美國人不回應。拉夫羅夫說啊，你美國人那個核武器核試驗到底怎麼回事？能不能給個解釋？沒人理他。拉夫羅夫說啊，我們那個核試驗不是核試驗啊，我們只是導彈，對吧？核潛艇是核燃料，不是武器，是載具，就這意思啊，对吧？你美國別誤解了啊。結果美國人也不理他。這個拉夫羅夫現在着急啊。烏軍的前總司令扎盧日內他在那個紐約郵報啊發文說，俄羅斯將外交視為戰場，言辭化為武器，談判淪為拖延和欺騙的工具，基輔絕不能為了虛假的和平而犧牲自由。實力、清晰的思路和耐心是不可協商的。俄羅斯談判代表利用冗長的談判來消耗對手的能量，他們將謊言與道德指責混雜在一起，他們將入侵粉飾成防禦，他們的目的是迷惑民主國家，破壞聯盟。烏克蘭必須揭露謊言，而不是隨波逐流，像訓練士兵一樣嚴格訓練使節，訓練他們戰術和心理素質，不要把時間視為敵人，要求明確的條款和問責制。和平必須意味着重建正義和安全。你看看啊，這個扎盧日內妥妥的是個強硬派啊。從他發的這個文章來說，也就是要跟俄羅斯鬥爭到底啊。根據這個媒體啊統計啊，說這個開戰以後啊，已經有7166名俄軍軍官被去軍事化，包括5000多名初級軍官。他這個數據啊，他怎麼統計的呢？是根據俄羅斯公開的訃告和墓碑人家數的，也就是侵略烏克蘭以來啊，這個俄軍損失慘重啊。
嘛，所以导致俄羅斯國內啊現在有厭戰情緒。根據這個俄羅斯國家調查局進行了一項秘密民意調查，說56%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厭倦俄烏戰爭，27%的受訪者部分同意，加起來有83%的人對戰爭感覺疲勞，說明半數以上的俄羅斯人已經厭倦戰爭了啊！如果烏軍再持續不斷的炸下去，這個數字只會越來越高。俄羅斯所謂的什麼戰鬥民族，那都是扯淡，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而戰，他們只想過日子，只想停戰。普京啊，去某個地方視察，他的2個現象引起了俄羅斯人的關注，並議論紛紛，也就是對普京的健康啊，現在越來越懷疑了。一個是極度自信的普京需要穿一雙古怪的高跟鞋來彰顯他的偉岸，這個普京和那個梅德韋傑夫2個人啊，彼此，2個人都喜歡穿那個內增高啊，即便穿了內增高啊，依然比他身邊的女士矮了半個頭，這個非常的这個不利於他光輝形象啊。2，俄羅斯發現有一個細節引來了巨大反應，視頻中可以清晰的看到73歲的普京右手腫脹，手指啊就像香腸一樣，手指很不自然的彎曲，手背上靜脈鼓起，像蚯蚓一般，皮膚更是腫脹粗糙，這個被很多俄羅斯媒體啊描述為俄羅斯現狀的真實縮影。也就是有人開始懷疑啊，普京的身體健康可能是壓力太大呀。最後我們再看一看這個紹伊古啊，現在又說了些啥？這個有媒體報道啊，紹伊古啊說啊，自1991年以來，西伯利亞人口下降12%，是僅次於遠東地區的最大降幅，目前為1650萬，佔俄羅斯總數的11%。每年約有28萬7千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離開西伯利亞。到2030年，25到44歲的居民人數可能會再減少20%。謝爾蓋卡拉加諾夫9月表示，俄羅斯300年的歐洲之旅已經結束，並呼籲將重點向東轉移。他提議派遣烏克蘭戰爭的退伍軍人建設一個新西伯利亞。俄羅斯正在開發一個名為東轉 2.0 的項目，也就是俄羅斯想搞東轉 2.0 戰略，也就是向東看，就是普京說的向東看，向東發展。重點是開發連接俄羅斯通過西伯利亞與亞洲市場的南北運輸走廊。紹伊古表示，俄羅斯的目標是將西伯利亞變成推動新工業化的中心，並吸引工人向東遷移。紹伊古說啊，國家應該通過更高的工資補貼和更廣泛的福利來鼓勵移民。首先第一個啊，紹伊古說這個話呀，不像是安全委員會秘書說的，倒像是老大說的。這個紹伊古涉嫌啊，有點僭越，有點越權了。這麼大的東轉戰略，向東看，是你紹伊古能說的嗎？這是第一個啊，所以紹伊古有點這個狼子野心呢，按捺不住了啊。第二個呢，就不要說俄羅斯遠東了，就咱們這兒東北的人都是往南跑啊，這是天性嘛，往暖和的地方跑。俄羅斯的遠東，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人都往歐洲部分跑，那地方溫暖一點，經濟發達一點。這個時候你要逆歷史潮流，那怎麼行呢？咱們振興東北多少年了，口號喊了多少年，對吧？給東北撥款，对吧？轉移支付有用嗎？對吧？這是人的天性啊，就是從寒冷的地方往那個氣候溫暖的地方跑。所以說這個俄羅斯以他的國力，以他現在的財力，他想開發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那不是扯淡嗎？人也不去啊。他說，哎，給人多發點工資，你的錢呢？你發完工資，人家領完工資還是照樣跑。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啊，現成的例子就在東北。第三個是什麼呢？你看啊，他想得美啊，他讓那些參加俄烏戰爭的軍人退伍以後到西伯利亞，到遠東，你那地方在俄羅斯人眼裡那是流放啊，那地方是大監獄，或者人家在前線立了功，撿了一條命回來，你把人家送到這個西伯利亞遠東，你這不是瓦解軍心嗎？擾亂軍心啊！你這前線的俄羅斯士兵一聽這個，我操，這撿一條命回去，還得去西伯利亞，去遠東，不能在莫斯科，不能在聖彼得堡待着，你這不是開玩笑嗎？第四個啊，也可以看出来，所謂的開發遠東、開發西伯利亞，俄羅斯人就是個夢。他一方面防着某些大國，但是他自己也開發不了。你看他沒人嘛，所以說開發遠東、開發西伯利亞，第一是需要人，大量的人過去，沒人有什麼用啊？他沒人，他沒有人，他也害怕，对吧？某些大國的人去了，因為某些大國東北人雖然少，但是呢，對他來說，一個哈爾濱就將近小1000萬人，他整個的西伯利亞才1000萬人，這什麼概念啊？害怕，他害怕一放開，那地方就變成，對吧？吃火鍋講漢語的地方了，那你說扯不清了已經。
所以啊，俄羅斯人是死活啊不会对某些国家开放的，对吧？你看啊，某些国家为了表示友好，不是放开签證了吗？你看俄羅斯到现在放开了吗？还要研究开会。这个俄羅斯還不願意向，對吧？大國開放簽證，也好像大國人願意在那兒在俄羅斯移民，非法移民一樣，這簡直是笑話。除了黃俄，誰願意在俄羅斯移民啊？在那兒幹活啊，幹黑工啊？哎，他就是擔心啊，他就是擔心一旦免簽，大國人在那兒不回來了，然後你躲到遠東，一躲到西伯利亞，那他在哪兒找你去啊？最後呢，全是大國的人了，對吧？從這個就可以看出啊，跟俄羅斯完全不可能什麼互信，雙方互相防着還來不及呢。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